40歲係我哋兩個人嘅平均年齡，我哋兩個人存在喺呢個地球上面嘅平均時間係40年，所以我決定做翻我一出世以嚟就識得做嘅嘢，隱形人。準確啲嚟講，喺呢8年嘅時間裏邊，佢學識點樣同個世界保持距離。當你望到個世界望得冇咁清，望咩都咁靚。好啊，馬雲真係好偉大啊！馬雲我馬雲真係好偉大。想被看見，但又怕被看見，好矛盾啊！嗬。點解你要選擇成為演員？哇！咁你呢？你點解要選擇企喺呢個舞台上呢？